場波咧負添啊！咁啊見到咧兩個好波之人啊，法迪加同埋迪奧夫首先開波，好啦，塞內加爾首先策動攻勢。好啦，高利放個高波上先，唔睇呢一隊咧係西非球隊呢場波咧混合咗呢個法國式嘅進攻模式喺裏邊，因為教練係法國人啊嘛。咁啊，究竟咧呢一個化學作用咧呢場裏邊能唔能夠進一步咧係顯露出嚟啦？右手邊有一個界外球。咁上場波咧就係呢個塞內加爾咧面對住瑞典咧，雖然話喺落後嘅情況之下，都後來居上。咁憑住卡馬拉咧兩個入球咧，結果咧黃金入球咧淘汰對手嘅。睇呢場波係點樣先？一我啦後邊，嗱呢個波唔得啦。咁其實咧就係有幾個咧都係重要嘅人物啦，包括呢個19號呢個帕巴迪奧普嘅，因為咧個入球亦都係唔少嘅。今日世界盃裏邊啊，呢個波咧佢又批落喺後邊，但係咧喺網頂嗰度。咁對巴拉圭嗰場波咧，帕巴迪奧普咧入咗2球波嘅。咁啊，萊斯圖列巴送咗波上前邊安利。安利呢個球員咧就左腳好熟，雖然話咧國際米蘭咧一直都冇辦法獲得重用，咁但係畢竟佢年輕啊。咁呢場波如果佢咧繼續喺世界盃裏邊有好嘅表現咧，都不愁咧出路嘅。18號就艾根彭比，今場波咧打翻係左後防嘅位置㗎啦。哇！呢個波咧快脆咧解佢先啦，因為咧對方咧好波之人咧呢個迪奧